路加福音第20章。有一日，耶穌在聖天都教示人，宣傳福音。祭司長經學教時，老長老來見佢，問佢講：你靠乜嘅權柄做呢道事？萬人本你呢權柄呢？你老愛都講。耶穌應講：我先問一道一句話，老愛講：約翰行洗禮嘅權柄，係對上帝來嘅，也係對人來嘅。佢哋就彼此商量講：那係愛都講對上帝來嘅，佢會講：安樣，你都做乜嘅唔信約翰呢？那係愛都講對人來嘅，眾人會拿石頭揼愛都，因為佢哋隆重相信約翰係先知。對安樣，佢哋應講：愛都唔知係對哪位來嘅。耶穌對佢哋講：安樣，我也唔老你都講，我靠乜嘅權柄做呢道事情。接定耶穌對眾人講呢個比喻：有一個人開一地葡萄園，將其租本天農，自家出外去旅行一餐時間。到數葡萄嘅時節，佢派一個僕人去對嗰道天農數其應得嘅果子，總係嗰道天農將個僕人捉來打，叫其空手轉去。園主又派另外一個僕人去，佢就照樣捉其來打，又侮辱其，叫其空手轉去。園主第三擺又派一個僕人去，佢就含氣打傷其，將其送出園外。葡萄園嘅主人講：我愛樣辦真好呢，我愛派我手下嘅拉去，或者佢就會尊重佢。總係嗰條天農一看到園主嘅拉嘢，就彼此講：兩人係園主嘅寄生人，我就來刺死佢。佢嘅產業就變做我哋嘅咧，佢就將佢送出園外，刺死佢。安樣，葡萄園嘅主人會樣辦對付嗰條天農呢？佢一定會來刺死嗰條天農，將葡萄園租本平人。眾人聽了就講：絕對做唔得有安樣嘅事。耶穌注目看佢哋，問講：聖經講，乃水師傅所fit嘅兩地石頭，已經成做天氣中最重要嘅，這係乜嘅意思呢？萬人跌在嘅石頭當，佢就會粉身碎骨；嘅石頭跌落萬人嘅身上，也會將佢砸到面面。經學教時，老祭司長對耶穌呢比喻係責備佢哋，當場就想愛捉耶穌，總係要驚眾人。佢哋就一方面裝定佢，一方面收買一條人，假正經來請教耶穌問題，想愛對佢嘅話來作把柄，好將佢交本總督來判。呢條奸細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對你所講所教嘅話親合情理，也對你唔會看人嘅前面，總是將上帝嘅道理教示人。納稅本羅馬皇帝係違背我哋嘅法律麼？耶穌看出佢哋嘅詭計，就對佢哋講：哪一隻原幣本嚟看？你嘅相老名號係乜人嘅？佢哋應講：係皇帝嘅。耶穌對佢哋講：既然係咁樣，將皇帝嘅東西歸本皇帝，將上帝嘅東西歸本上帝。佢哋在眾人面前無法度對耶穌所講嘅話作到乜嘅把柄，同時佢哋對耶穌嘅回答感覺真稀奇，超縮點。有啲婦人要復發呢件事嘅撒都該人來見耶穌。問佢講：先生，無是為我哋立法講，那係有一個人過身，留下佢嘅婦娘，總係無子女，佢老太一天愛討蘇掛嘅阿嫂做婦娘，對阿哥傳宗接代。頭擺是有7個兄弟，大哥討婦娘後無留下子女就過身，二個就討蘇掛嘅阿嫂，後來第3個也討佢。
像安樣，一直到第7個，全部禱告記，攏總無留下子女，就過身。最尾，嘅婦人家也過身。請問，在復活嘅時節，呢個婦人家愛算係乜人嘅伴娘呢？因為7個兄弟全部是老佢結婚。耶穌按佢哋講：今生嘅人有討也有家，總係佢哋有資格對死復活並生在來生嘅人無討也無家，因為佢哋唔會再死，老天使同樣，佢哋係上帝嘅子女，因為佢哋已經對死復活。連摩西未證明有死人復活也件事，在列書祝福嘅故事地背，佢是講主係亞伯拉罕嘅上帝、以撒嘅上帝、雅各嘅上帝。呢意思係講，上帝唔係死人嘅上帝，係生人嘅上帝，因為對上帝來看，佢哋攏總係生人。有道經學教師講：先生，你講嘅清楚，因為安樣，佢哋冇一個敢再問耶穌乜嘅難題，總係耶穌對佢哋講：樣板有人講基督係大衛嘅子孫呢？大衛自家實在詩篇講：主對我嘅主講，你坐在我嘅右邊，等我使你嘅樹鐵仆在你嘅腳下。大衛既然稱佢做主，基督樣會又係大衛嘅子孫呢？眾人全部談到簽入神嘅時節，耶穌對佢學生講：愛地方見學教時，佢哋好作長袍，招搖高潔，請愛別人在公共場所對佢哋致敬請安，又請愛坐非常多嘅特別座位，老宴席中嘅大位，佢哋吞食寡婦嘅產業，然後在人嘅面前表演長篇嘅祈禱，佢哋一天會受到卡重嘅責罰。